請注意，本片由無感情嘅 AI 配音，並有粗俗用語，不是為兒童而設。喺影片開始之前，多謝以上嘅金主嘅鼓勵同支持，大家記得按下訂閱先唔會錯過之後關於小可愛同自嘲紅嘅資訊。故事一開始，肥痴勁超咁望住兔哥笑，原來佢又用無敵嘅抽獎運贏咗2個蜜瓜返嚟，有好嘢梗係第一時間同小白兔哥一齊分享。點知兔哥就將蜜瓜衣紙套笠落肥痴個頭，又將個食物標籤貼落佢個額頭。兔哥就攞住個蜜瓜叫肥痴一齊跳蜜瓜舞。之後佢哋聽到啲輕輕浮浮嘅腳步聲，就估係小白條友。肥痴就提議跳出嚟嚇下佢，兔哥就話樹後邊跳出嚟應該會嚇到佢飆屎。肥痴就等啱時機，就一嘢跳出嚟嚇死佢。點知原來係海賊老師。肥痴七到面都紅晒，海賊老師就笑肥痴都幾廿歲人，仲成個低 B 仔咁玩埋啲無聊嘢。而係後面嘅小白見到就滴晒汗，好在我行得慢啫，唔係實俾佢2個嚇到飆屎。海賊老師就用綠麥神劍一嘢就將蜜瓜切好晒，就攞1嚿酒當係人工費。佢哋個個食到兩眼發晒光。而兔哥更開動佢個摩打口，極速吞晒個蜜瓜。而海賊老師就大讚肥痴終於做到啲嘢，就將個蜜瓜蒂當皇冠放喺肥痴個頭頂上面做獎勵。食飽飽就跟住周圍去玩，一路行一路講勁多汁勁多水。咁啱風師喺附近偷聽到，就話我都中意多汁多水嘅嘢食，仲可以攞嚟做飯糰。佢哋3個聽到勾晒頭，仲咩攞嚟做飯糰？原來風師就講緊沖繩當地嘅特色炊飯，真係雞同鴨講。小白就話我哋同你唔啱 channel， 都係唔講，下次有機會先再傾啦。總結下今篇故事同個人見解。今篇故事主要講述肥痴用咗佢無敵抽獎運嘅權能贏咗2個蜜瓜嘅日常故事。而日本蜜瓜最出名嘅品種有靜岡皇冠蜜瓜同北海道夕張蜜瓜。皇冠蜜瓜表面有細緻網紋，果肉軟滑多汁，甜度爆燈。夕張蜜瓜就果肉偏橙黃，帶獨特焦糖香，入口即化。仲有熊本、茨城等地嘅品種，但呢2種最矜貴，最佳時令係5至8月，尤其夕張蜜瓜6至8月最當造，靜岡蜜瓜早少少5月就有。如果想食爆甜嘅口感，就記得喺室溫放2至3日等熟到咁上下，切開再加啲碎冰上去食，超級好味。另外高級蜜瓜亦會當禮物咁送，不過我暫時未收過。另外風師提到嘅飯糰，其實係一款叫多汁 Juicy 嘅沖繩超地道嘅炊飯，必試，而且整嘅食材好簡單，主要用豬肉，多數用排骨或五花腩、昆布、紅蘿蔔、香菇，再加埋沖繩黑糖醬油同普勝酒一齊煲，飯粒吸晒肉汁同酒香，濕潤到核爆。而傳統會用厚身桃鍋慢火炊，飯底仲會有少少飯焦，脆脆地超級好食。當地人就中意落埋倒豆腐同炒蛋絲，口感會更豐富。呢道菜通常屋企煮或者節慶先食到，熱辣辣一啖飯連肉，甜鹹交雜好滿足。去沖繩嘅居酒屋或者家庭餐廳幾乎必會見到，記得嗌埋沖繩苦瓜炒蛋一齊食。粵語版嘅小可愛蜜瓜篇解說大致係咁多，歡迎大家留言對呢篇有啲咩睇法。中意嘅俾個心心同訂閱呢個頻道支持下，仲有記得 share 俾更多中意小可愛或自嘲紅嘅朋友睇。最後送上蜜瓜篇主題曲俾大家欣賞。ジューシーな夢を見てる夜、甘さが溶けて心にだいぶ跳ねるメロン、甘い魔法口に広がる小さな楽園、緑の輝ききらめく果肉、太陽浴びた断絶の一品、甘さの中に秘密のパズル、一口で謎を解けるストーリー、
夏の風のように爽やかさ、一知れだけで恋に落ちた。思い出すたび心躍る魔性の画家物、僕を掴む虹を渡って掴むその味、跳ねるメロンがくれる景色、一人